歡迎大家嚟到第5日專注力訓練冥想系列環節。今日嘅主題係恢復。我哋經常令到自己忙碌不停，最後我哋會發現，我哋已經習慣性咁樣忙碌，根本就停唔落嚟。就好似人永遠冇可能咁樣俾時間休息，唔瞓覺。我哋亦都冇可能一直咁保持專注，長期咁樣落去，電池都會有冇電嘅一日。人都係一樣，所以我哋要時時刻刻都俾自己休息嘅時間，俾自己嘅身體同埋心靈嘅一個機會去修補。具體點樣做呢？可以隔離一切嘅信息連接，只專注於自己嘅內心，進行內心嘅省察、總結，亦都可以出去散下步，亦都可以揾下朋友傾下偈，亦都可以做自己鍾意做嘅嘢上面。呢啲都係有利於我哋嘅身心健康，並且佢可以提升我哋嘅專注力。而家就先揾一個安靜、唔被打擾嘅地方坐低落嚟，覺得舒服就可以啦。請腰部挺直，將你嘅雙手慢慢咁樣放喺膝頭哥上面，或者放喺大髀兩側。如果準備好啦，可以合埋雙眼，感受一下身體越嚟越輕鬆，放下一切嘅思緒、困擾同埋日頭嘅一切事情，只覺察當下。好，容讓我哋做幾次深呼吸。深吸一口氣，然後慢慢咁樣呼氣。好，再做多一次。深吸一口氣，然後慢慢咁樣呼出。非常好。隨住不斷咁樣深呼吸，逐漸咁樣變得放鬆而平靜。好嘅，而家就返嚟正常嘅呼吸入面，感受每一次嘅吸氣同埋呼氣。無論呢一刻嘅呼吸係深定係淺，係長或者短，順其自然，唔需要刻意去改變佢嘅節奏，好自然咁樣呼吸就可以啦。好啦，我哋開始掃描成個身體，由上到下，一個部位到一個部位嘅掃描，全個身體，從頭部開始，感受呢啲嘅部位，放鬆眼睛、額頭、嘴唇、下巴，將注意力轉移到頸部，放鬆頸部嘅側面，放鬆喉嚨，放鬆膊頭，
感受下呢啲部位係咪好緊繃？如果感受到緊繃，咁就將呼吸帶入你嘅膊頭入面，嘗試下放鬆膊頭，將注意力轉移到手臂，手臂自然咁樣向下垂，你可能會感覺到有刺痛、發熱、跳動，或者係有絲微嘅震動感，或者會有強烈嘅感受，亦都可能乜嘢都冇感覺到。但係呢啲都唔重要，重要嘅係你感受到佢嘅變化，然後向下放鬆手腕、手掌、手指，隨住每一次嘅呼吸，容讓呢啲部位越嚟越放鬆、柔軟。而家將注意力轉移到心口位置，係咪感覺到成個心口位置已經打開咗？吸氣嗰陣時候，容讓肺部充滿住空氣；當你呼氣嘅時候，完全咁樣釋放住閉合嘅空氣。好，再將注意力往下嚟到肚腩嘅位置，覺察一下肚腩嘅位置係唔係有緊繃嘅感覺？如果有嘅話，請將呼吸帶到肚腩嘅部位，釋放呢一種嘅緊繃。注意力轉移到背脊，由上到下，察覺一下呢度嘅感受。注意力轉移到屁股嘅位置，觀察身體同地面或者係凳上面接觸。吸氣，然後呼氣，放鬆呢啲區域。跟住落嚟到雙腳，將呼吸帶到呢一度，成個雙腳變得好柔軟。冇錯，就係咁樣，靜靜咁樣去覺察。好，然後將注意力不斷向下，一直到達你嘅膝頭哥、腳掌、腳趾，靜靜咁樣去覺察住
感受到身體越嚟越重，就俾呢啲部位自然咁樣陷入到凳上面，俾自己沉醉喺呢一種放鬆入面。好，請察覺一下身體嘅變化，然後接受發生嘅一切。每日就花一啲時間嚟咁樣練習放鬆。你可以用一啲簡單、容易實行嘅方法嚟俾自己休息落嚟，放空自己，修理一下，然後適當咁樣去休息。喺工作間隔之中，你亦都可以選擇企起身嚟喐一喐，舒展下四肢。例如，你可以每一日工作咗45分鐘之後，然後俾自己大腦休息10分鐘。當我哋大腦得到咗足夠嘅休息，唔超負荷，大腦變得平衡，咁就能夠保證我哋高效率咁樣繼續做嘢落去。如果日頭嘅時間真係好有限，喺晚間或者週末嘅時候，盡可能咁樣俾自己去休閒自己，修理身心。例如，你可以到戶外嗰度行山，練習下瑜伽都可以嘅，亦都可以俾自己沉靜喺你自己樂愛好入邊，去做自己鍾意做嘅嘢。以上嘅方法對於我哋提高工作嘅效率都有好大嘅幫助。而家我哋再回顧一下所學習到嘅點樣有意識咁樣去覺察當下，咁樣發現到自己思緒飄咗第二度嗰陣時候，亦都可以及時將注意力重新帶返嚟。例如清理工作環境，避免任何可能帶嚟嘅干擾，為工作任務訂立優先次序，亦都可以設置一啲嘅提醒嚟幫助我哋專注於當下嘅任務。日常生活裏邊干擾到處都係，關鍵只係在於你能唔能夠自律。感到自己嘅大腦超負荷嘅陣時候，能夠容讓自己休息落嚟，練習一下呼吸冥想，幫助我哋集中專注力，同一時間只專注於做一件事，盡可能停落嚟，花一啲時間俾自己嘅身心嚟休息一下。而家再做幾次深呼吸，用鼻深吸一口氣，閉合至少2秒，然後用嘴巴將氣呼出，容讓你嘅心口同埋肺部都充滿住空氣。當你準備好啦，可以慢慢咁樣睜開你嘅雙眼。恭喜你完成本系列5日嘅專注力冥想練習。第6日開始，我哋將會進入一個新系列。新系列嘅主題係
感恩冥想。呢5日嘅專注力冥想入面，我哋學習到點樣將自己嘅專注力放喺同一個目標上面，例如呼吸、身體嘅變化，同埋點樣喺同一個時間裏邊只做一件事。隨住冥想嘅環節不斷向前，我哋冥想嘅要求將會越嚟越多。我哋由開頭嘅專注力，會慢慢進深到我哋內心感受嘅部分，開拓更多積極嘅情緒。聽日再見。